香港人，機會嚟啦！香港議會電話投票，所有香港人都可以投票，仲無需登記做選民添。你唔係唔參加啊？香港議會手機投票係全球第一個議會採用嘅投票方式。5月5號開始，一路到30號，所有香港人都可以通過電話 App 去投票。咁點先算係香港人呢？只要你喺香港住滿7年，或者你喺香港出世，無論你係咩種族，你都係香港人。個個時差都唔一樣，咁要嘥幾多時間先可以成功投到票啊？冇呢個時區嘅限制，無論打風、落雨、地震，你部手機係有信號嘅，你就可以去投票。咁我憑咩信你我啲個人資料喺你嗰度安全啊？點解咁安全？因為今次嘅投票系統係用咗同加密貨幣同級嘅安全系統，係唔會存在資料泄漏嘅風險嘅。由5月5號開始，一路去到5月30號，只要你係香港人，無論你喺邊度，你都可以透過手機 App 加埋你本護照進行投票，仲無需登記做選民。你唔係唔投啊？請支持香港議會選舉及下載智能電話程式。若果你想了解更多香港議會嘅資訊，就即刻登入連結或者掃描二維碼，就一清二楚啦。